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婚礼的轮配，有一对讲做金马兄妹，对这个体操有天分，才学2年的时间，今年参加到单冰层的比赛，个摕金牌，妹妹摕铜牌，全校的师生拢替因真欢喜。114年全国跳层锦标赛进程顺利结束。轮配乡阳明国小的廖我超、廖我表2兄妹仔各自得到金牌和铜牌。这对金马兄妹仔虽然才练体操2年多时间，不过当得到这么好的成就，真正无简单。我练体操练2年的，我这次大弹簧床全国得金牌。那因的爸爸廖建如嘛为因的好成就感觉真欢喜，嘛感谢官府和学校用心栽培培养囡仔，佮特别打造儿童体操教室。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小朋友能接触到体操还有弹簧床这项运动。相信学校和官府拢会继续打拼，让增加囡仔有机会行点伫咧全国，甚至是国际舞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